第2章发殊胜菩提心的部分。那现在我们就前面把那个不共内谦心的皈依的部分就是讲解圆满，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就是进入那个发殊胜菩提心方面的那么这个前面也是有一个礼赞文，就是要顶礼对经的，顶礼那个殊胜对经的一个4句以大智慧现前胜涅槃，以大悲心住于轮回中，以巧方便轮涅正悟儿吾等上师足下尽顶礼。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顶礼的对经是上师巴智仁波切的自己的所有的上师，三乘上师以及历代上师，特别就是他自己的根本上师那么根本上师来说的话，就是以大智慧的这个本来的这个面目当中来说的话，他已经是证悟涅槃了，已经是成佛了在更早的时候已经成佛了。但是呢，就是以智慧方面呢已经成佛了，但是方便方面呢，就是以对一切众生的这个菩提心跟慈悲心，没有摄取一切众生，所以呢，为了利益他人，然后也是有那个度化一切众生，然后以方便跟智慧善巧方面呢，就显现出一个人的样子来度化所有一切的众生。所以呢，就是在最后呢，就无等上师。无等上师是什么意思呢？无等就是在他的上师跟一切佛陀智慧与慈悲功德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同等的。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恩德方面来说的话，就跟所有一切的佛完全没有办法比较的，就是胜过了一切佛，胜过了一切菩萨。所以呢，就是叫做无等上师。无等上师足下，足下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在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一个人都有比较高与低的区别，所以也是有一点点就是比较从一种干净跟不干净的这种分别来说的话，也是有比较干净的地方，也比较不干净的地方。相当就是这个脚，那就是比较低的地方，所以就是脚下是最低的地方。所以就顶礼巴智仁波切顶礼上师的时候，直接说顶礼上师就已经好像是说可以足够了嘛。但是这也是非常仔细的，因为恭敬到已经顶礼上师的足下，那么就敬顶礼就是亲近的，非常亲近。敬就是这个文字写的是不是这个意思？翻译的文字写到有没有这个意思，我不太知道但是呢，实际上在以这个藏语的这个意思来说的话，就是亲近就是自己这个方面，就是在自己，然后就是无等上师，就是无等就是上师的功德以及智慧、慈悲各个方面呢，跟一切诸佛是同等的。但是对于他自己的这个功德来说的，恩德来说的话，就完完全全就是上师已经胜过了一切诸佛菩萨，所以无等上师足下就是上师的足下，那么敬就是自己生苦役三门勤进的做顶礼，就这个意思。大乘之根本，发殊胜菩提心之引导分3，修4无量心，发殊胜菩提心，愿行菩提心之学处。也这样的这个我们就发殊胜菩提心的时候，也是有分为三个部分。3个部分来说到，就是第一个来说到修4无量心，第2个来说到发心，就是发菩提心那么在这个第3个来说到就是愿行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那就分别就是两指是什么呢？一就是愿菩提心，第2就是行菩提心。
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就像那个如菩萨行论里面当中所讲的也一样的。所谓的菩提心就是两者，两者是什么呢？一个是愿菩提心，一个是发菩提心。愿行菩提心，这就是菩提心的学处。接下来呢就是修四无量心，分为4部分。我们就是第一就是修四无量心嘛，然后修四无量心也是分为4个部分。修舍无量心，修慈无量心，修悲无量心，修喜无量心，就这样的这个慈悲喜舍这样的一个4个阶段。慈悲我们平常都是说四无量心，都是在这个名词的这个程序来说的话，也是慈悲喜舍，就这样的4个，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个仪轨当中，也可以说说我们的这个传承里面，真正的在实修的过程当中呢，前面把这个修的是舍无量心，把最后的那个把它放到最前面而修持的。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看，本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中，最初以从慈心开始宣说，但这里从修持方面来讲，以此修心时，如果没有先修舍心，那么慈心与悲心会偏堕一方，不能够亲近。所以首先从舍心开始修持，修舍无量心。那么慈悲喜舍这4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修行者为了所有一切众生居住安乐及安乐因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就是慈无量心的主要的核心。然后呢，一切众生严厉痛苦及痛苦因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就是悲无量心的主要的内容。然后一切众生不严厉，就像就是我希望能够可以一切众生不严厉一切安乐之心，安乐之因这样的一个以这种的欢喜的一个心，就是喜无量心。然后同时呢，就是一切众生无有任何那种厌恨感、厌弃的这些一切的这种心的，能够可以放下厌、放下亲，以这种的状态的这种平等心，这就是舍无量心的。那么慈悲喜舍4个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个。我们平常都是有发心的时候有一种发心嘛，舍无量心的发心嘛，我们在那个方胜仪轨里面也有嘛，对不对？这个很重要。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慈悲喜舍这4个的时候，我们要想起方胜仪轨里面的舍无量心的发心的内容。简单的讲的话，就是舍无量心的发心的内容就是这个。自本作人着康着